我係鄧達智，我住喺香港新界元朗屏山。我工作係一個時裝設計師，咁我亦都係一個跨媒體人。咁我有寫作，亦都做電台嘅節目主持人。我工作咧其實係需要我周圍飛去做設計工作啊、顧問工作啊、做 collection 啊、做時裝表演啊咁樣。最大嘅興趣咧就旅遊，第二嘅興趣咧就踩呢個爬山單車。咁啊就遠足啊、跑步啊咁都係我興趣嚟嘅。如果喺我個人嘅角度去睇個氣候變化咧，就係同以前唔同咯。以前到中秋，咁你知道咧係好乾爽啊，會秋天啊，開始拎啲長袖嘅衫出嚟着啦。咁而家咧中秋都可以打即係颱風啊，同埋好潮濕啊，仲係亦都好熱啦。咁去到冬天嘅時候咧，過去咧就過完農曆年咧，冬天就完啦，開始係春天啦。但係而家你過完農曆年咧，突然之間一個寒流一嚟咧，可能凍你10日8日嘅都會。咁所以個天氣相當之混亂啦。咁人着嘅衫咧，亦都唔同得以前咁樣。而家咧係春夏秋冬一齊放喺度，係唔敢收埋任何一樣嘅衫。咁我哋做時裝設計嘅話咧，係更加敏感啦，因為係望天打卦嘅，天氣唔轉咧，人唔買衫。有時咧去到12月咧都唔凍嘅時候咧，羽絨褸啊或者大褸咧就完全唔喐嘅。但突然之間一個好凍嘅寒流嚟咧，所有衫俾人掃晒㗎啦。咁同樣咧去到4月都唔熱嘅時候咧，啲人亦都唔買夏天衫。咁呢個咧都係我哋比較困難嘅，咁甚至咧有啲日子咧係會去到1、2月都唔凍咧，就係嗰年嘅冬天咧就會好慘淡嘅。由呢個香港警察嘅制服咧，個轉制服嗰陣時咧，係俾到好大嘅一個靈感嘅。當我哋喺電台節目做呢個題目嘅時候咧，有位退役嘅一個警察就英國打電話翻嚟就同我哋講，佢話以前套制服望上去好好睇，但係因為天氣改變咗咧。去到冬天12月嘅時候咧，都係唔凍咧。佢哋着住嗰套咁熱嘅衫咧，其實係好辛苦嘅。咁而家套衫咧係隨住天氣改變咧，佢哋可以咧自己係加減咧，咁先至係着衫嘅真正最好嘅方法。咁呢個亦都影響到咧喺我設計上邊，就考慮到咧好多衫咧係可以入邊有內膽。隨住天氣暖嘅時候咧，係拎開個內膽；天氣凍嘅時候咧，就加翻個內膽。咁咧係嗰個調節咧就唔再係話根據一個季節嚟設計，而係根據咧係成年12個月咧係隨時嘅天氣改變啊，或者室內嘅空調改變咧，而可以自己 adjust 啦。其實因為天氣嘅變化咧，我哋好多時即係唔會話真係冬天就一定着長袖衫，亦都唔會一定係着羊毛絨啊之類嘅面料嘅。事實上咧，有好多其他嘅衣服可以互補咗呢個天氣改變嘅問題。譬如羽絨褸啊，係比較輕嘅衫啦，咁你可以咧，其實而家好多人都着羽絨褸嚟過冬，因為咧佢透氣之外咧，亦都係比較輕輕，容易拎走。另外咧，譬如過去傳統嘅棉質嘅衫咧，放咗針織上面比較多啦。如果恤衫啊褲嗰方面咧，因為你需要燙咧，亦都係即係浪費電源啦。喺洗嗰方面咧，亦都其實係嘥功夫嘅。咁好多咧過去傳統嘅着衫嘅方式咧，已經係慢慢咧隨住而家新嘅天氣同埋新嘅生活嘅一個 order 咧，咁我哋有所改變。譬如我自己咧，因為作為一個時裝設計師啦，咁我相對嚟講，我相信我比較了解布料同埋衣服。咁同時因為我工作同我愛好嘅需要咧，我經常旅行，係拎住輕同埋容易攜帶嘅衣物。咁仲有咧係容易洗燙嘅衣物咧係好重要嘅。咁所以咧喺我選擇衣服嘅上邊咧，亦都好能夠反映到咧今時今日咧所謂呢個天氣嘅變化，咁同埋咧係亦都適應呢個低碳嘅生活嘅需要。而家啲布料係設計得好好嘅，譬如即係呢件衫咁啦，即係成一件衫入邊咧，胳肋底呢個位咧係出汗比較熱嘅位咧，佢比較薄啦，同埋透氣索汗咯。呢個咧都係運動裝嘅影響。比較大嘅牌子咧，佢哋有比較大嘅 capital， 即係嗰個錢咧去做研究，研究新嘅布種啦，研究咧係人體邊個部分係最熱，喺咩季節入邊最唔舒服，點樣令到佢舒服咧？咁呢個運動裝咧俾到我哋最大嘅裨益。咁我哋喺設計上面嘅時候咧，都會考慮到運動裝嗰種設計方針咧，係放喺我哋而家現代嘅服裝設計入邊嘅。好多人會問我咧，其實係乜嘢叫環保衣着？因為我叫佢嘅經驗話俾我知咧，係冇一樣衫叫做環保衣着嘅，因為咧任何衣服咧經過製作啊同埋漂染嘅時候咧，一定有唔環保嘅過程。期望即係大家咧係會買少啲嘅衫，亦都買得比較精同埋着得精。因為你買得少咧，自然咧個
製作唔會過分多嘅時候咧，咁呢個世界嘅能源啊同埋呢個低碳嗰個要求咧就可以比較容易達至。我諗香港政府可以做好多嘢咯，咁但係咧，其實各位市民咧，其實一齊同政府合作咧先係最重要。政府第一步咧，我諗係關注香港綠化嘅環境，亦都咧係令到啲市民認識綠化香港嘅環境嘅重要性。起碼種多啲樹啊，種多啲花啊。咁事實上咧，你種得好嘅樹同埋花咧，亦都係對整個香港形象啊，同埋各方面旅遊啊都有幫助嘅。其次咧，香港政府亦都係鼓勵大家盡量咧喺消費慾嗰上面咧係能夠平衡啲，即係唔好過分消費咯。我諗全球嘅領袖呢個係一個好大嘅 issue。第一件事咧，大家唔好自私先咯，先唔好太過考慮自己國家個利益先啦，要考慮咧係全球人類嗰個利益。即係如果係下下淨考慮自己本國嗰個經濟利益嘅話咧，咁咧係好難達成一個共識咧，係改進呢個地球而家現存嘅一個問題嘅。